一坨坨面团像攀岩高手扒在桌面上，直立移动也不会落下。老板娘宋妈妈说，这就是她要的 Q 劲。 不靠添加物，却靠经验判断面团与水的比例。你吃起来香香，味道非常好，吞下去就没有了，嘴巴不残留吗？这样就比较安心啦。要用的黑糖特别挑选，加进黑糖馒头里的红豆内馅，每天新鲜熬煮。最初为了女儿，自己尝试做五谷杂粮馒头，以健康为考量。宋妈妈并没想到，不塑形、只讲究原料的丑馒头会一卖10年爆红。所以你们家就自己买这么多种口味？对啊，我们一家4口就买这些啊。哦，所以通过总拍哦。哎，全部真材实料。哦，我都看起来很丰富。然后跟小姐说，因为全部都是真材实料。客人说这里的馒头很容易发霉，真的没有防腐剂，健康看到好实在，却还不能满足宋妈妈对馒头的要求。 红枣杏仁馒头里额外加进大把葡萄干、核桃、桂圆，来满足客人的胃口。我不做动工减料东西，我会加料，我不会减料，我一定要做到客人来找我，不要去找客人，找客人的我就要收起来了，不做了。泰国啦，还有那个大陆那边啊，很多东南亚国家，他们皮箱一丢下来哦，宋妈妈，我告诉你哦，这个皮箱给我赚大买，看多少钱都没关系。 订单接到手软，宋妈妈一度泪出膀胱炎，就只想着把医生建议吃的蔓越莓又加进馒头里，创新口味。这引来丈夫心疼又抱怨，忍不住用太太听不太懂的客家话说出内心的想法。当然，你他冇感觉成本的观念，唔系他有成本的观念。那你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你太太做的馒头，就是便宜又实在。 这些丑馒头打动人的不只是真材实料的滋味，还有制作者舍得给予消费者那份实在的心意。康豆董澎派，全部真材实料。康豆董澎派，全部真材实料。